OK， 所有人集中。OK， 好 ，ready。Go！ 3、2、1、4、3點6、8、9、10，再嚟1、2、3、4、5，喐身多啲。8、9、10、1、2、3、4、5、6、7、8、9、10，到。我唔得，好鼻直啊！腰抽筋啊！我哋啱啱成績係幾多啊？時間係我睇到係啦，係慢嘅。如果計距離時間148，1分48，係啊。咁唔係快咗咩？有風有水流向出嘅，係嘛？咁你係好似逆水行舟係慢好多嘅，用嘅時間會多咗，呢個係必然。1分48唔係快過之前咩？唔係啊，最初好似155定150咁樣。但係而家係齊人喎。係啊，係啊。1分50幾係得我哋7個嗰陣。比賽係會有咁嘅情況，你會。即係證明。OK。嘔啊嘔啊！唔玩啊！再玩掟支高普落海啊！咁出嘢！拿個 spotlight 嚟睇下先啦。嗱，我同大家講聲啊，雖然我啱啱嘔咗，但係我都會陪大家完成最後一次嘅練習。Let's go！Let's go！喂，比賽前拉屎一個300米練習，拉屎㗎啦。Go！ 1、2、3、4。加油 ，Sport！ 我哋搏盡無悔。OK， 時間1:29，1分29秒幾，大約20秒啊，接近。Sport 咁多位，我哋成年嘅總一定攞總冠軍。我覺得今日咧個天氣已經係好好噶啦，即係代表個天都想我哋贏。你哋有冇爭勝嘅決心？有啊，有。喂，齊啲。3、2、1，有。好，早晨所有嘅隊員。早晨。今日啦，真係做一個叫做成績表啦。最後出嚟嘅成績係幾多咧？係你哋過去嘅練習得出嚟嘅一個結果。全日嘅比賽最緊要係一條心。前面阿哥頓同埋阿 Carl 係啦，兩個咧帶住嗰個頻率節奏。咁我哋後邊咧就係一路 support 住佢哋去做呢樣嘢。每一個錯位1、2、3、4、5都係好緊要。所有嘢我鼓手、舵手，仲有 B Sir 坐喺度，其實就幫緊你哋去協調晒所有嘢。你哋好放心去做你哋做嘅嘢得㗎啦。好 OK？ OK。1、2、3，法拉比亞！ Let's go！ 加油啊！第3線 spot， 終點嘅，攞終點嘅，頂住啊！頒獎台等，係勝利嘅節奏。喂，嚟啊！我 feel 到啊！係啊，係呢個。我今日啲水同我哋好 friend，我 feel 到。入咗領先 ，Go！ 抽爽啲一齊。 齊啲，齊啲，齊！好邊啊！作戰啦嚇，翻嚟。好 ，Are you ready? Yes！ 第10場小龍邀請賽，1號線閃耀龍舟隊，第2線大舞龍，第3線協同。 準備，Attention！ Go！
喂，我想講你哋嘅起步真係做得好靚，真係衝咗出嚟嘅，good job，good job，good job guys，而家你哋要去咩嘅比賽啊？金杯！3、2、1，金杯！攰到想喊，真心。我真係透支咗，我 feel 到個人咧。其實去到最尾100米，我係冇力㗎啦，係咧用盡我人生所有嘅力擺晒落去個水面度啊！即係我 feel 到大家好專心，頭嗰30秒真係前所未有咁快。呢個應該俾你啦，帶隊啦，你帶隊啦！又係我 Ian Hansen，我又係亞軍啊！幾好啊！1、2、3。我自己啦，我以前嘅隊員啦，同埋佢哋依家啦，真係一條心去做所有嘢，練習日曬雨淋，係啦，有陣時就係落雨好凍，咁大家都共同進退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咧，又好有呢個熱誠啊，好有嗰團火，即係我好中意呢樣嘢咯。第一場我哋任務完成，下一場金杯賽我哋 Let's go！ 今場咧總決賽咧係所有隊伍咧都好勁嘅 ，OK， 好有實力嘅一啲嘅以往有好有經驗，包括我哋係啦。到時咧一個起步之後咧，通常佢哋有機會喺我哋前面或者喺左右係好大壓迫感嘅，啊 keep 住爬都係好似喺側邊一邊咁樣，啊有機會我哋會落後咗。咁但係有咁嘅情況咧，唔好自己打亂自己隻腳，我哋要保持翻我哋自己嗰個齊整度，知道一次都要做好我哋準確一齊劃水。俾多少少嘅 mark 你哋就係，我哋要快過上一場嘅時間。好 ，OK， 我哋想係1分33，今次我哋起碼1.33之內，咁你已經超越咗你哋自己㗎啦。冇錯 ，OK， 有冇？有。呢場可能有機會真係你人生最後一次拍龍舟。喺我嘅人生入面，我覺得可能真係最後一次。我會用盡晒我畢生所學到嘅嘢，同埋畢生儲落嘅力，我都用埋。嚟啦，最後一場啊！最後一場咯！多謝，最後一次啊！喂，準備好未？準備好。Come on， 1、2、3。See you。記住，心掌第一下要兇狠啲去做，係啦，一齊數1、2、3去到30。第7線集中，唔好周圍望。2、3、
以為到咗嘛？係啊！完咗啦！做到啦！我哋得咗啦！哇！好似洗完頭咁啊！耶！Thank you！啊，好爽啊！而家個感覺，雖然唔知攞第幾，但我覺得大家都辛苦啦。咁就完咗啦！我要俾個讚自己，俾個讚我啲隊友，俾個讚節目組，諗到個咁好嘅 idea，叫我哋爬龍舟。哇！一生人一次啊，真係！我而家過去睇下，希望可以攞到名次啊，好開心啊！終於完咗呢個比賽啦，俾我哋完美嘅開始，俾我哋團裝。我記得我對上一次同佢哋一齊練嘅時候咧，就係玩好開心喺度播分 just like a party。但係到今日喺比賽嘅時候，係完全見到佢哋 like a athlete， 係真係專心啦，佢真係望住個終點，係真係集中做好每一掌嘅時候，無論係能力上同心態上，其實真係有完全嘅改變咯。好，我哋而家同公佈大家頭先攞個名次啊！最終見到你哋得到嘅係第4名啊！大家記住留意我哋嘅新歌反話。唔知會唔會對我哋團隊有幫助，但係喺我哋7個裏面都有個好好嘅回憶咯。我覺得今日個團文簡直係大爆發，好難得我哋可以咁齊心咁做一樣嘢，而係成功攞到獎，辛苦晒啦！咁多位，我哋做到我哋預期之外嘅嘢啊！其實只要相信自己，我哋乜都做到噶，知唔知啊 ？Sport， 多謝你哋嘅 ，OK， 係啦，多謝你哋，俾個機會我去教你哋㗎啦。好 ，thank you，thank you，係啦，咁呢個我哋值得研究嘅。 Thank you。喺條城門河再見啦！我哋有緣再見啦！江湖再見，多謝 Sport 嘅所有隊員，佢哋真係好辛苦，每一個當中都好努力，令到佢哋對於龍舟呢一個活動可以多啲掌握，多啲感受啊，令到佢哋可以中意龍舟呢樣嘢。即係我就應該做啱咗嘢啦咁樣。冇諗過我哋真係贏咗啊！講真，到而家我都仲未有辦法相信啊！冇諗過我哋真係入到金杯賽啊！仲要有名次添啊！所以千祈唔好睇小我哋 Sport 新丁嘅潛力，我哋未來一定掂啊！掂啊！喂，我哋之後仲有上山下海迎接各種嘅挑戰喎。總之我哋 Sport 第一單作超額完成 ，Sport 收工。